咱备办心来准备今日的崇拜，密道走角。
所以我所疼的兄弟啊，恁着坚固，无摇掣，常常尽力伫主的工，因为恁知影着我伫主袂空空。咱即时要来念圣诗，圣诗第160首，圣诗第160首，诗曲我需要主，极大慈悲，着听我主的声就会欢喜。求主应验我心内心里，诗曲到我伫地，我心无一毫福气，我来求你，请起立论全首。请用圣诗的头前面第13页《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查斯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阴府，第3日对上中国活上天，但一日全能被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即碟咱的三角来启用，咱启用文伫圣诗后壁面，咱要启用第15篇，选着咱三角来启用。第1025页，圣诗后壁面记载伫4篇51篇，启用文第15，选着咱三角来启用。上帝啊，你的疼袂改变，求你怜悯我。你有丰富的慈爱，
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我知家己的过失。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我伫母胎就有罪。你以爱是内心诚实。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安眠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拯救我的上帝啊，求你免除我的死罪。主啊，求你开我的喙。你无爱生礼，若爱我欢喜献。上帝啊，你所爱祭是痛悔的心灵。这时，请咱押后三角来祈祷。天阮天父，阮感谢你，请在早日主你的日子，阮阁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主你。你是阮的主，阮倚靠你。你以外，阮无福气。用别个神替我摇花，伊的忧苦若要加添。摇花，你也是阮的产业，是阮杯中的分野。阮所因地，你甲因固守，阮的产业实在真好。你要将活命的路指示阮，伫阮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阮的正手也要有永远的快乐。伫阮兄弟当中，检查心灵有创伤，有讲袂出的吐气；伫阮日生当中，也有拄着恶担当的代志，甚至阮的身躯也拄着病痛。求主你伸手怜悯看顾，患难中阮也要欢欢喜喜。你也甲因讲，既若背劳苦，若劳苦背重担，就君主，你就要互因得到安息。阮也看到阮台湾目前的社会，也有侪社会事件，甚至也有真侪扰乱伫阮的当中，政治的不稳。阮也看见世界各地各国同款，犹原有侪，无论是环境的灾害。无论伫政治的不乱，有人死失，愿主你怜悯，求主你的灵降入这个世间，互和平甲平安伫阮每一个人的当中。伫阮的知啊，也要听主你的声，通过牧师的喙讲解圣经，互阮要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免伫阮得罪你，将你的话也是阮的拯救。伫你面前，阮也要满足的欢喜来跑走，佫会当入伫真理内底，佫照安尼来行出来。阮也少年阮的兄弟无伫阮当中，少年因求主你来看顾，互因出入拢平安，上时也祝福阮众兄弟共款。阮也今仔日，阮也要召开好会，要减退顶年的事工。主你也互阮做的事工。你也兴起侪勇士伫遮，虽然伫这世界真侪的教会同款，犹原阮来守望即个灯火，求主你怜悯。阮也要搁来进入伫新的一年，伫阮40周年的时，阮也有新的计划。就你的灵拢永远伫阮众兄弟听主你的心内底。你也甲因讲，少种的少收，济种的济收。你照阮逐人所愿的心愿。无伫烦恼，无伫勉强，欢喜提出的上帝听伊。阮将几摆礼拜点静的礼拜，拢对头到尾，交托你的身上，互阮好会会当完成，来顺利来完成。
做成今年的工，伊甲因讲，趁到今仔日，抑佫叫做今仔日纪念创造阮的主。因为黑暗暝到，阮都袂当做啥物工。求主怜悯伫这小小的教会，祝福伫阮众兄弟当中。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叫圣主名来求。阿门。一碟赞美圣歌队，保护阮主啊！咱感谢圣歌队用真水的歌声带咱来敬拜上帝。这碟咱要来看圣经新约，圣经后壁面新约罗马书第12章，咱要对第1节读到第8节，显着我要来读。和合本伫221页，汉字本伫182页，现代译本伫247页。罗马书12章第1节读到第8节，显着我来读。
罗马书第12章第1节，兄弟啊，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是活的、圣的，上帝所欢喜的。这是恁神圣的服侍，无得甲即个世间共款，着用心智换心来变换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全的旨意。因为我对互我的恩，甲恁中间逐人讲，所以恁所想来测度家己。毋通搬过伫应该想的，所想着安分来想，照上帝所赏赐逐人的信的分量。因为亲像咱的身体有百体，若是百体的功用，拢相同。安尼，咱侪人踮伫基督做一身，就大家。三人做体，咱照互咱的恩已经得到恩赐，甲无相同。遐是做先知，就照信的分量来讲，遐是办代志，着得一伫办代志；遐是教示人，着得一教示；遐是劝勉的，着得一伫劝勉；正做的，着用心实心。治理的着用温群，怜悯的着用欢喜。咱圣经看过遮，即是咱要请牧师来讲道。咱第2个单元题目是上好的投资，心意更新。咱即是要请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对顶主日开始，咱就思考着。一般的人想到的投资是金钱的投资，无论是房地产、股票，还是迄个基金。但是咱基督徒爱思考的是更较深层的，上好的投资。顶礼拜咱讲到身体、身躯，过来咧，咱即礼拜要讲到心意更新的心。后礼拜灵。就是咱一般讲的心灵、灵性、灵命。第4个讲题就是人甲人、人甲上帝即款中间的关系。所以咱即礼拜咱讲到第2讲，咱的心意更新。所以咱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先，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阮用谦卑的心领受你的话，就是记载伫圣经中间的话。阮相时也要开阮的心门，伫阮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主啊，你的圣神透过讲员的嘴。你也互阮会当听见你的声音，也恳求上帝你性别以下圣经信息的时间，互阮伫即中间，无论讲的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得到利益，得到造就。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阮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想多多咱读的圣经经节，罗马书12章的第1节到第8节，这段圣经经节是咱非常熟的一段圣经经节。当然，真侪人注重的是后壁所讲到教会内底兄弟姊妹。拢是同一个身躯，无共款的机体。讲到教会服侍，讲到兄弟姊妹安怎彼此做伙，
但是咱今仔日要强调的，一开始所讲的，就是使徒保罗爱咱认清楚一个事实，就是上帝拢互咱真做富足，无欠缺。当然，咱基督徒，咱讲咱是富足的，咱讲咱无过是万事欠缺。咱讲的富足，无拄拄是讲着金钱，无拄拄是讲着物质，因为以前有人讲笑话。信耶稣的水牛，你敢有听过即个笑话？就是永生结果即个以前真侪教会围墙拢有迄个标语啦当然，一般的学校标语是啥物？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所以以前迄个真爱标语的时代，足侪教会的外墙信耶稣得永生结果久了后。墙面斑驳，永生的永，顶面迄两撇无去啊，变做水，生咧后壁迄撇，斑驳无去啊，即个墙围墙久了后总是迄个油漆啊，还是迄个红门涂拢会落去，所以变做永生的生变做减一撇，就变做减一环啦，所以变做牛，变成信耶稣得水牛结果真侪正常人讲哇，遮好康我嘛来听道理当然，上帝透过无共款的管道来互伊的福音讲传所以真有可能也有即个做事人因为安尼来接受福音嘛嘛真有可能咱讲的富足，咱基督信仰所讲的富足。无拄拄是物质，无拄拄是金钱，咱基督徒会当确信的，咱有主耶稣基督，诚做咱性命的救主，咱有天父上帝将伊的道理放伫咱的心中，咱有圣神的引带，咱基督徒实际上，咱心灵是富足的。因为通过信靠主耶稣基督，咱的性命得到更新，咱甲上帝有一个全新的关系。咱伫上帝的面前，咱无过是有罪的人，上帝看咱是亲像伊所疼的囝儿查某囝，咱阁有圣神充满伫咱的生命中间。这互咱得到一个全新的生活的目标，因为咱生活的目标有一个改变，所以真侪人就算讲物质有欠缺，但是伊看到伊的生命充满意义，因为目标改变，伊所看的代志拢无共款啊。伊看到讲，就算讲伊的物质有欠缺，但是伊知影伊一生要追求的是啥物，所以袂因为外在物质，伊的心中是充满富足，伊知影生命的意义，所以咱爱问咱家己。咱问咱家己，大大讲的道理，其实咱做基督徒了后，甚至咱几若代的基督徒真多，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有可能拢有。咱拢知影即个道理，上帝互咱心灵富足，来讲拢真简单。但是咱来想。当咱甲遮个非基督徒接触的时阵，无论是你的厝边，无论是你家庭内底、家族内底还未信主
的亲人、亲情，也是你的同事、你的上司、你的部下。请问，当咱甲非基督徒接触的时阵，对方敢会当感受到咱心灵的富足？敢会当？也是反倒转感受的是满满的负能量。这就讲到一个故事啊。前几天有一个新闻报道，讲印度安巴拉的一间庙的庙口有一个乞食，互人看到讲伊骹受伤，感染，然后咧，空喙人看到真惊，所以当地的慈善组织就甲伊带去治疗伊的空喙，然后调查较发现，其实伊是隔壁即个省的一个好野人的囡仔，不幸就是因为食毒，所以咧，煞离家出走，变成乞食。即个故事对咱基督徒有啥物启示？咱拢讲天父上帝，天父上帝，对无？咱拢讲上帝大权能，上帝慈悲疼痛。咱讲咱是上帝的囝儿查某囝，佫是上帝所疼的囝儿查某囝。这咱拢会晓讲，咱拢知。但是，敢有可能咱亲像即个印度的即个乞食共款？咱台湾人讲即个天公仔囝，讲天之骄子。其实咱基督徒，咱的信仰道理，甲咱讲，咱拢是天父上帝囝儿查某囝，对无？啊，咱敢有迄个自信？咱敢有迄款的信心，活出天公仔囝的款式，也是讲咱亲像即个故事内底好野人的囝，但是惊走抓了后，煞变成庙口伫遐讨食。人是去调查较发现，哇！即个乞食伊其实伊是隔壁省的大好野人的囡仔咧，敢有可能？亲像咱转来大大的问题，人感受的，毋是咱是基督徒，人感受的，甚至人后来发现讲，哇，你是基督徒，我拢看袂出来，我拢感受袂出来，也是讲咱毋免开喙，甚至咱毋免甲人讲啥物信仰道理，然后人就主动问你讲，你基督徒吼？咱敢有即款经验？咱的厝边头尾，咱的同事，你毋免开喙讲啥物信仰的道理，你也毋免开喙伫遐讲我是基督徒，别人就大声问你啊！我讲我感觉你就像基督徒吼。例如兄弟，其实基督徒生活内底有一个真大，也是真困难做到的一项事，就是咱爱接纳并且活出伫基督内面的家己，伫基督内面的家己。保罗敢毋是有讲，我即摆活的我，是伫基督内面的我，伫基督内面的我。咱兄弟姊妹中间，咱讲五支指头啊，无共款长短。咱大家拢是伫基督内面，
咱大家拢是天父上帝所疼的囝儿查某囝，但是咱每一个人拢无相款，亲像五支镜头啊，有悬有矮，有肥有瘦，有人真巧，有人真认真，有人真爱做粗工，会当做粗工。有个人真敖想，咱要怎样要接纳基督内面的家己，并且活出伫基督内面的家己，真正这是真困难的代志。我想常常咱也拢会袂记即项事。天父上帝所疼的囝儿查某囝。咱有即个特别的身份，咱反倒转咱会埋怨，有时阵咱也会感觉，有真侪会后悔，有时阵咱会感觉我哪会安尼，咱煞袂记即个事实，咱诚做基督徒。咱拢是上帝天父上帝所疼的囝儿查某囝，只是亲像家庭内底五支镜头啊，有长有短，兄弟姊妹每一个人个性可能拢无相款，才能有无共款。既然安尼，咱要怎样才会当得到改变？咱要怎样会当做到咱接纳？并且活出伫基督内面的家己，咱要怎样互圣神伫咱的生命中间来塑造咱，互咱会当成做上帝所爱咱变成的新造的人呢？所以，咱今仔日讲到上大的投资的第二项。就是咱爱找求心意更新，心意更新。讲到心意更新，心意更新，对旧约内底，先知以西结就传上帝的话予咱。上帝讲，伊要修饰咱。一个新的心，新的灵，这个新的心，新的灵是安怎？互咱的肉体中间拄起迄个真硬的心，伊修饰咱这个肉心，就是咱有柔软的心，咱愿意追求改变。咱愿意无搁伫干那想家己，咱想着上帝的旨意，咱想着上帝创造的即个世界，咱想着上帝所疼咱四周围的兄弟姊妹，上帝修饰咱即个新的心，其实这才是基督徒生命改变的第一步。上帝修饰咱新的心，为什么多多强调上帝修饰咱新的心？上帝修饰，因为有袂少人，袂少基督徒，因想讲直接对新的心跳到行为的改变。结果咧，做法是尽家己的气力，要互家己的言行举止、所讲所行，亲像基督徒，亲像基督徒。为什么要框起来亲像基督徒？咱有查甫表演的时阵，表演什么？我演一个查某。我是叶景安，加成功，
假做是查某，然后人讲哇，你伫台仔顶安尼演戏，亲像一个查某人。当咱努力的是要亲像一个基督徒，安尼表示是假的。亲像做牧师人嘛是嘛，你爱成一个牧师，哇，安尼若牧师人听到即句话吼，即款的口劝吼，会真伤心。你讲话爱成一个牧师，安尼表示真正真失败。你行动，你行路爱亲像一个牧师，哇，这是真大的一款的批评哦。哦，行路无成牧师，安尼即个牧师做假的。但是咱笑翻笑，咱家己敢共款，咱敢若想到的是要跳过上帝手术咱新的心，咱煞变成讲我要改变阮的行为，我要努力亲像基督徒，结果你的心无变，亲像演戏共款。真侪演戏的人，真侪演员，前几工甲几个兄弟有遐伫遐讨论的时阵，较讲着，真侪喜剧的演员后来家己是忧郁症。真侪演即个喜剧演员啦，后来煞自杀来结束家己的生命。罗宾威廉斯，迄是20世纪会当讲真出名的一个喜剧演员。咱想袂到，伊带来别人真侪的欢喜，但是伊最后安怎结束伊的生命？应该讲，伊的生命是安怎结束的？伊自杀。言行举止像个快乐的人，通常这样子，安尼心煞变成其实是一个无快乐的人。伊要互伊表现出来，亲像一个快乐的人。同款。咱若心内想的是我要成一个基督徒，安尼煞变做咱的行为是演的。到最后，这是即款的压力，即款演出来的压力，咱就亲像喜剧演员，真侪喜剧演员其实是无快乐。伊愈演，伊心中愈无快乐。当然有时阵。安尼生是行会通的，咱袂当否认，咱努力要有基督徒的款式，但是咱爱承认，咱是一个普通的人，咱无比别人较高，只是讲上帝恩典临到咱，互咱有机会接触福音，互咱。会当决志才做基督徒，咱无比别人较高。咱若无经历到上帝手术咱新的心，咱接纳即个事实，咱的心其实已经改变啊。咱跳过即个新的心，咱跳到讲我要改变我的行为。我要努力亲像一个基督徒，但是大多数的情形下面得到的结果，反倒转甲个人所按算的，原来所按算的，是差108000里。但是另外一种改变，就是咱今仔日所讲的心意更新。咱知影心脏袂晓思考，咱敢知影？咱的心脏嘣嘣嘣嘣嘣嘣，是一个将火，对无？杀去咱全身躯，然后全身躯的火也转去心脏，伊就亲像一个胖虎共款。但是当咱心情受影响，即个心脏也会
变化。所以咧，伤心的时阵，咱心会痛；欢喜的时阵，心跳加速。看到介意的人，咱心中小鹿乱撞。所以咱讲心意静心，其实就是咱的思考改变，咱的认知改变，咱所了解的改变，咱的想法改变，咱的态度改变，咱看代志的角度改变。一个重要的改变就是认知的改变。人会因为你所认知的改变，你的思考改变，你的想法改变，行为就对了改变。常常牧师爱举即个例，通常举例就是互别人袂想到家己啦袂想说，这是牧师你因为你知影牧师无食薰无啉酒啦真侪人要改婚，改一世人改袂掉。后来是为虾米改的？尤其是真侪查甫，对少年时代就食薰，一工2包、3包、4包，想到手无摕一个薰，就感觉手怪怪。结果真侪查甫人为虾米改婚？厝里有囡仔，然后咧想讲我身躯有即个薰味，囡仔闻了健康无好，囡仔嘛会讨厌即个味，所以咧决心来改婚。这就是一个即个认知的改变，思考的改变，改变了行为。真侪人用尽办法要改婚，无爱食薰，改食树泥糖、口香糖。有的人去找戒烟门诊，有的人改想讲我去运动，我就袂爱食薰，改薰失败。但是当一个想法改变，伊发现讲，囡仔无爱即个有薰的味，即个2手烟、3手烟，医生讲对别人的影响比家己咱食薰影响搁较大。这是真的哦。1手烟就是家己食薰，家己肺部受影响。2手烟是啥物？边仔的人。3手烟是啥物？咱身躯有遮的尼古丁一类的物件，结果咧，咱边仔的人煞因为安尼有3手烟。2手烟的影响，3手烟的影响，比咱家己食薰搁较严重。这就为虾米真侪人讲我无食薰？我哪会肺部出问题啦？这是真正有这个胸腔科医生卫教的时候，拢一直在讲这个代志。用这个角度，认知改变，思想改变，真侪人就真正下决心，就真正改婚啊！这讲到认知的改变、思考的改变、态度的改变。行为自然而然就会当改变。亲像咱基督徒，咱有信仰，咱的改变就是对伫咱学着圣经中间的信仰道理。咱知影上帝听咱，上帝有关联，上帝的旨意关过人的意念等等。咱知影上帝的作为，上帝引带咱，上帝的旨意是上美好，上帝的旨意是超过咱通想的。上帝互真侪人看做歹事的，最后互基督徒得到稳定，互基督徒得到成长。咱也对伫信仰道理的中间，咱知影耶稣的门徒的好模样，所以互咱基督徒会当用无共款的态度、无共款的角度来看待生命。咱有新的想法、新的态度
带来生命的改变。所以，咱基督徒一定要问咱家己，咱的思考，咱思考代志的方式，甲世俗、甲无信仰的人差别伫倒位？保罗伫哥罗西书3章20讲：恁爱注意顶面的事，莫思考地上的事。天顶面的事是甚物？敢毋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意念、上帝的计划、上帝的美好？然后保罗也伫腓立比书4章80讲：兄弟啊，我阁有袂尽的话，凡事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气的、可爱的、通听的，有好名声的，若是有啥物德行，若是有啥物称赞，遮个事恁拢爱孝念，拢爱思念。这就亲像对中国遐有一句话讲：抖音一响，什么父母白养。抖音呐、短影片呐、为什么？因为抖音的短影片有真侪无好的物件，我嘛看过囡仔看过，啥物将一个玻璃瓶内底放彩色的颜料，然后咧弄去涂骹，然后涂骹就安尼彩色。安尼有啥物好看？但是囡仔就受到即款的短影音来吸引，然后伊也想讲做即款代志。所以真侪囡仔人会做一寡咱大人看做真奇怪的行动。这就是因平常时吸收到真侪无好的物件，然后慢慢受影响。但是咱基督徒就是爱安怎？好，咱基督徒就是爱有吸收到好的物件，互咱的头壳中间，互咱的心中充满遮个好的物件，亲像保罗所讲的。所以咱透过祈祷、查经、诗歌，彼此信仰分享咱的信仰经验，咱互信仰掌握咱的心思意念，避免咱家己的心思意念所互世俗来牵去。咱搁爱谦卑咱家己，互上帝的圣神带领咱，互圣神通过，咱会当结出好的果子。仁爱、欢喜、平安、吞忍、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咱爱注意的，就是将好的思想放伫咱家己的心思意念中间，自然而然，咱就会当结出好的果子。并且带来正面的改变，这就为什么咱讲基督徒灵修的重要。无错，咱无可能通切断所有外来的影响，但是咱看到一寡社会的现实的现象，咱经历到人情世故这个代志。当咱有持续灵修，咱会当甲圣经内底上帝的话来做对比比较，咱会当对信仰的道理来看遮个代志，自然而然，咱就充满了心思内底充满了好的物件，改变咱的行为。所以，
咱才讲到兄弟姊妹伫教会中间，咱的信仰生活，团体的信仰生活，是要安尼，咱才来讲到信仰的生活，团体信仰的生活。咱基督徒个人领袖是一个，互咱家己心意更新，咱讲投资伫咱的心的一个方式。但是更较重要的，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经文的后来所讲的，咱信仰团体的团契生活。因为咱真正的基督徒，咱袂当家己来生活。咱亲像圣经内底所记载，遮个咱的信仰的模范，因拢是信仰团体的一份子。因为人会当互相鼓励、互相影响，人也会当因为彼此经验的分享，咱会当看到家己无看到的方面，咱也会当学到咱无办法透过咱经验学到的，这就是信仰团体的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10章25节安尼提醒咱讲，咱袂当停止聚会，袂当亲像停止聚会正做习惯的人，反倒当咱爱彼此劝勉。因为伫生活中间，基督徒互相互动的经验，会当带互咱每一个人思想甲行动正面的改变，正面的改变，咱才会当甲咱平平相常，面对着困难、面对着挑战的遮个基督徒。透过咱的组织做伙，咱彼此学习，彼此鼓励。但是即个前提是啥物？咱拢爱心意更新，咱拢爱心意更新，咱拢爱活出基督内面的家己。若无，真侪人无爱参加需要分享的聚会，你知影为虾米？有个人会惊讲，我若伫遮无小心讲着我的私人的代志，若传出去要安怎？敢毋是安尼？所以大声求心意更新，咱才会当搁进一步想着教会团契生活。若无心意更新，就有可能亲像有一寡兄弟会担心的。我若讲出来，去互人乱传要安怎？我若讲出来，去互人笑要安怎？我若讲出来，别人会甲我保持距离要安怎？大声求心意更新，即个心意更新是上帝已经赏赐咱的。咱爱做的就是接纳伫基督内面的家己，然后活出基督内面的家己。所以透过主内兄弟姊妹彼此带导、互相鼓励，以及彼此的陪伴，咱会当得到完全心意更新，并且活出伫上帝旨意的内面，咱上有价值的生命。所以兄弟，你若是学工程的，尤其是资讯科学，有一个术语叫做 garbage in、garbage out，GIGO。garbage 就是粪扫的意思啦，倒粪扫落去是会粪扫出来，这啥物意思？一个机器，一个电脑，你若电脑是咧计算嘛你若将错误的物件、错误的资料送入去电脑，可能是你要计算1+2=3，但是你拍字的时阵拍毋对，变成1+2=3，1+2=20变成21。当你输入错误，
安尼即个电脑计算出来的物件一定是毋对。这延伸是啥物？延伸就是咱每一工生活中间，咱接受的物件，敢是真重要。咱若接受的是错误的讯息，咱接受的是无好的态度，咱接受的是无好的观点。咱若无接受到正确的观念、正确的事实，咱拢会受影响，咱拢会受影响。所以咱来提升心意更新，有一个特动的信仰的态度，有一个下伫信仰的观点，对伫上帝的道理有正确的了解，然后咱会当分辨是非，袂互遮个错误的物件进入咱的心中，袂当有garbage in、garbage out、GIGO， 错误的物件变送落去咱的身躯，咱的心思考内底，因为错误的物件入来咱的心思中间，拼出来的结果就是无好的。这就是为什么咱拢会勉励讲，咱大家爱成做一个正向的人，要有正能量。无错，咱彼此中间有时阵，咱会互吐苦水，不是口水，苦水。咱有委屈，咱望找求主内兄弟姊妹的安慰、帮赞。但是咱袂当变成咱尽讲拢是家己的委屈，尽讲拢是家己的痛苦，咱煞忽略着，其实咱也会当帮赞到咱的兄弟姊妹，咱也会当看出，伫这一切的痛苦、惊吓、担心的中间。其实上帝的恩典一直拢伫的，上帝的引带一直拢无离开咱。所以咱活伫即个世界，无错，充满侪侪错误、无意义的代志。所以咱只有将咱的心思意念放伫良善的事顶面，看到上帝的疼痛、上帝的恩典。毋是干那看到人的不足，看到人的过失，别人啦，只有将心思意念焦点伫遮个良善的事顶面，才会当互咱保持咱的心思意念伫圣性的中间，咱的生命向上提升。咱做位额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会当定心思考，就是你修饰阮新的心、新的灵。但是阮相时也爱接纳伫基督，你的圣囝基督内面的阮家己。阮也爱因为有即个新的心、新的灵。透过主你圣神的引带，也会当互阮活出伫你旨意中间，你爱阮诚侪，活出即个阮家己。主啊，阮是你所疼的囝儿查某囝，你也应允你袂离开阮，因为你的疼是完全的疼，你接纳阮每一个你的囝儿查某囝。阮知，阮常常感受到家己的不足，阮也常常感觉到阮的无完全。主啊，阮感谢你，是因为你爱阮，保持一个刻薄的心，一个谦卑的心，要追求对主你来得到改变，也恳求上帝你
互阮会当谦卑开阮的心，互你来改变阮。主啊，伫阮生活的中间，愿主你互阮所想到的，就是你的道理，佮倚靠你的引带，互阮会当日日得到更新，互阮的心灵、阮的性命会当持续向上提升，互阮会当因为有新的改变，有心思思考观念的改变，互阮得到催逼，行动也得到改变，互阮所行所做所讲，互阮四周围的人会当平平经验到你的疼、你的恩典、你的大开来。主啊，恳求上帝你的圣神时刻引带阮。阮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牧师下面第一碟，咱要来唱回应的诗，圣诗538首，圣诗538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虽然伫世界，哪准伫天，做上帝好事，满心欢喜。求主用保护洗我清气，打我的保养，每日懊恼，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打我爱保养，每日懊恼，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心头我的主感身体，虽然对世界那种的天，最上的我所满心欢喜，有种人高会使我前进，打我爱保佑每日恶路，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打我爱保佑每日恶路，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天上来安乐，心来安宁，天堂的和平那存不停，天涯也永路甲我往来，我用主耶稣主平安，打我爱保佑每日恶路，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打我爱保佑每日恶路，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专心来顺我万事平安，幸福我得做的保护，天心来天堂帮助来，天命主耶稣满心的爱，打我爱保佑每日恶路，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打我爱保佑每日恶路，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请坐，一碟咱要来奉献，咱来请民兵祭司加秋妹执事来施献。咱要来唱奉献的诗380首。
咱只是来报告，咱来看周报，咱是来欢迎新来的朋友，有2位吼，林兴德兄甲杨丽珍姐吼，咱请起立，咱甲欢迎。好，请坐。因是真正是伫东门教会吼。咱真欢喜会当来咱教会，虽然咱教会真细，伊也怜悯伫咱，甲咱三甲组织伫主的厅堂建立新的团契。望咱也真欢迎，阁继续伫咱的中间。咱来报告事项第一点，咱本会2025年好会，咱伫礼拜后要召开。咱召开的是无论咱有会籍无会籍，咱拢免客气，会当来参加吼。咱教会内底也了解咱教会的目前的现况。第二，咱今日会员好会煞要举行中执会，请教会长老执事来出席。第三，咱最近流行性的感冒疫情哪来哪严重，呼吁大家做好个人的防疫，也建议有感冒症状，也是体力有较差的兄弟，聚会时戴口罩。万一若无来伫教会，咱有网络嘛会当看直播吼。第四，咱3月7日礼拜二上午10点，要伫苏长老甲谢宝姐的厝举行家庭礼拜，参加的请秋妹执事来报名。方便统计的人数。咱第5点，下礼拜的主日的礼拜，题目经文启用家，咱家己来看。咱来看倒边教会的活动，咱主日是上午10点，生活队是8点45，咱拜五暗有查经是下暗7点半。咱有操会班，咱每一个月有1遍。咱查经的祈祷的公文，咱拜五暗暝，咱经文咱家己来看。咱来看圣工的事项，咱今日交代是素琴节甲平荣乡咱操会是昨下操会班，咱摒扫是黄长老。咱后礼拜讲到讲牧师，司会是黄长老，司琴牧师娘领唱是余信箱，司宴是宜阳甲玉洁之事。咱交代是谢宝姐甲苏长老，插花是牛长老，清扫是谢宝姐。咱奉献甲人数，咱家己来看。奉献若有顶达，查请过价来更正。咱来看正边下骹有金句，咱台语咱要读2遍，华语先会读1遍，我先读1遍。罗马书12章第2节。无得甲这世间共款，着用心智换心来变换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转的旨意。请无得甲世间共款，着用心智换心来变换家己，互恁会明白是善良、通欢喜、顺转的旨意。世间共款。着用心智换心来变换家己，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通欢喜、顺转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最可喜悦。请咱坐伫家己的位吼，咱讲述互相来甲咱的四周围来请安平安。咱即条要来吟圣诗402首，圣诗402首，吟诗话要请牧师祝祷。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过，保护教示阮言行谦卑四正，查阮逐日遵守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做光灯，
憔悴印刷失败的人，这是我人生迫切的愿望。唱两遍，请咱起立来吟。咱就爱伫圣神的带领下面，咱爱接纳，也活出伫基督内面的家己，透过心意换心来改变咱的生命，互咱所讲所做所行，互四周围的人也通感受到上帝的疼痛、恩典。甲伊的大气力，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已经变做恁，让主必款待恁，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守护恁平安，阿门。